嗱，今日咧係一個舊聞重溫啊，因為喺過去多年，又或者係叫做呢10幾年以嚟咧，都有一啲項目係打住俾到你嘅高回報，而呢個高回報咧係保證回報嚟嘅。講緊譬如話有啲項目咧係俾10厘啊，又或者8厘啦，甚至乎有啲咧俾到10幾厘嘅利息俾你啊。即係話咧，你嗰個物業買咗翻嚟之後咧，其實你就唔需要自己打理嘅，完全咧交晒俾發展商委託嘅公司，可能係做酒店啦，又或者係做商場嘅形式咧去放租，跟住咧你就只需要做收租工，去收個非常之高嘅利息。通常咧個利息高於4-5厘嗰啲咧，都有機會咧係有啲問題嘅，好容易咧就係可能咧最後啊，你就算收到樓都好咧，你可能收唔到呢一個嘅租金啦，又或者更加唔好彩嘅，就好似今次我哋要舊聞重溫嘅一個項目啦 ，O2O 海立城咁樣啊，連樓都收唔到。畫面見到咧，正正就係我哋當年攝影人員咧係行到入去呢個海立城入邊見到嘅景象啊，相當之震撼噶。反正咧就係起咗一部分出嚟，但係咧就唔能夠完工啦。如果你就認為咧，當初佢承諾俾到10%嘅一個租金回報咧，亦都實在係太高啦。可能最初嘅時候咧，發展商本身就已經係有一啲咁樣走佬嘅諗法嘅。不過今次咧呢一個項目咧，可以拍到嘅一個在建中嘅情況咧，真係相當驚人嘅。咁所以咧，大家真係睇清楚一陣咧，我哋攝影師特登不懼怕走入去拍攝呢一個嘅環境，大家可以睇睇啦。好，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咁居然之間隔離咧就係呢個曾經喺呢邊係好出名一個 O2O 嘅海納城啦。但係佢而家咧處於一個爛尾狀態嘅，咁入面係點樣嘅咧？咁由攝影師帶你睇一睇啦。我先同大家講一講咧，呢一個 O2O 嘅海納城嘅位置咧，其實就位於珠海嘅上涌同埋坦洲嘅交匯處嘅。咁所以咧，你可能會聽過海納城咧，有啲報道咧就會話係屬於珠海，有啲報道咧就會話屬於坦洲嘅。大家而家可以見到啦，其實基本上咧係成個大嘅建築物冇任何嘅鋪頭開過嘅。但係咧，如果按佢望得到嘅完工度咧，至少都超過50%噶啦，即係地基打好晒啦，部分樓體嘅商場嘅外觀咧都已經做好咗噶啦。不過咧，而家眼前所見到嘅部分咧，就只係做咗啲支架出嚟嘅。一陣入到去咧，可能你會見到更加震撼嘅畫面啦。而家咧攝影師影到嘅呢個臨時空間咧，估計都有機會係佢啲保安人員嘅休息室之類嚟嘅。即係話咧，都仲算係有人咧會看管住成個爛尾嘅大商場嘅，咁以免可能有啲人咧就入咗去，直頭唔知做啲乜嘢啦。因為咁大個空間，其實你做啲違法嘢等等咧，咁都係一個即係有機會係成為一啲罪惡嘅溫床之處噶嘛。咁點都要有啲保安咧去看住成個建築物嘅。不過你可以見到咧，基本上佢好多部分嘅空間咧係冇門冇城嘅，你直接咧就已經可以入到嚟呢一個咧中空嘅廣場位置噶啦。由而家呢個狀態望見佢呢一度嘅氣勢呢，其實假若佢係建得成的話呢，本身係一個相當之具有氣派嘅商場嚟嘅。咁可惜嘅就係呢，發展商明顯地呢就起下資金不足之類啦。咁所以呢，面臨就係一個爛尾嘅情況嘅。咁到底呢，呢個項目當初去銷售嘅時候係咩嘅情況？咁我哋香港人買咗中招嘅又有幾多人呢？或者咧，我需要由呢一件事最初嘅起點咧開始講起啦。或者咧，我哋先由之前嘅啲報道了解一下咧，到底呢個珠海嘅海納城發生咗咩事先。其實咧，之前喺呢個2019年嘅1月嘅時候咧，已經有香港嘅媒體有報道過，就有30位港人咧係購買咗呢一個海納城嘅商鋪，損失咧大概2000萬人民幣。如果以人數同埋損失嘅金額去計算咧，已經算係咧珠海或者大灣區裏邊咧一啲爛尾嘅屋苑，而港人有參與嘅，喺人數同金額上咧算係少噶啦。但係咧咁樣唔代表佢嘅影響咧唔大，因為咧可能更多嘅就係澳門同埋珠海本地人咧係有購買呢一度嘅商鋪嘅。不過呢度想講咧，基本呢一個嘅報道咧都係好簡單地講一講啦，就話現時咧有300幾位接近400位嘅苦主啦，成個商場現時咧涉及嘅一個資金方面咧就講緊係4億嘅人民幣左右啦。而最重要咧，呢度講咗個信息嘅，就係講緊咧係有10% 左右嘅每年嘅反租協議。其實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今次咧我哋想講啊。之前咧都有喺其他嘅爛尾項目裏邊提過，千祈咧唔好因為呢一啲所謂好吸引高回報嘅反租協議咧，就去決定買嗰個項目。特別咧嗰個發展商本身咧係唔知名嘅，亦都未起好嘅，就千祈唔好貪呢樣嘢啦。我呢度咧並唔係話所有嘅呢啲反租都係有問題，但係咧可以避免嘅話就盡量唔好買啦。
喺度咧，亦都想講聲啊，無論喺香港或者內地啦，內地我喺百度網嗰度咧，其實亦都搜尋過呢一個海立方嘅，揾咗好耐咧，都揾唔到好多相關去爛尾嘅資料。咁呢個亦都係令我好好奇嘅，因為以往咧，我喺百度嘅網站上面要揾一啲咁樣嘅資訊，一定會比香港咧嚟得容易嘅。好啦，咁另外咧，我就揾到一啲咧係講緊2015年嘅時候啊，一啲報道啦，就主要咧就講呢一個嘅 O2O 嘅海立城啊，點樣嘅一個規劃會如何成功嘅。咁啊，當中亦都有好明細講翻佢裏邊嘅一啲所謂 4D 戲院啊，會有幾大啊，中影電影院已經簽咗約啊等等啦。咁同埋咧係本身呢個商場咧，號稱就係同阿里巴巴合作，就係一個 O2O 嘅大型商場啊。咁如果以商場嘅體量去計呢，其實呢個爛尾項目呢，絕對算得上係珠海最大嘅。不過呢，如果對比起頭先喺報道裏邊提及嘅繁華前景，然後呢，你睇翻我啱啱見到嘅畫面啊，其實嗰個對比嘅強烈度真係好大，好有感受。因為你睇翻5年前嘅報道，本身係講緊佢係點樣成功嘅，會有幾多意向嘅商鋪啊等等啦，連鎖店會進駐。不過呢，今日你睇翻，感覺好似滿目瘡痍啊，連一丁點兒原本有嘅期望同幻想呢都冇再出現，留低俾大家嘅就似乎只有一種無奈喺度。咁我之後呢亦都揾到一篇呢係比較上會詳盡少少講翻呢一個項目情況嘅，就關於呢，佢喺2014年嘅時候呢，其實正式開賣啦，當其時宣布呢，就係同阿里巴巴進行一個 O2O 落地嘅合作，將項目呢變成O2O 嘅海立城，亦即係一個大型嘅商場，咁亦都提供一啲書面嘅承諾呢，就同翻買家等等講呢，就有一個10年返租啦，每年就10% 等等嘅，基本上啲買家只係收到1期嘅租金，之後呢就乜嘢租金都冇收過啦。咁當時嘅一個宣傳嘅講法亦都好吸引啦，零首付，月供冇壓力，還款週期短，超高回報率。嗱，首先呢度想講講咧，零首付其實就冇可能嘅，因為無論任何嘅投資項目，佢都需要你俾呢一個首付出嚟嘅。咁另外超高回報率，咁當然啦係佢自己提供嘅一個租金回報啊嘛。最終如果你攞唔到嘅，其實就係零回報率嚟噶啦。咁去到後來呢，其實2017年嘅時候呢，呢一個項目啊都仲未完工嘅，咁亦都係業主呢係收唔到佢應該要收到嘅租金啦。去到2019年嘅1月呢，基本上亦都係講翻頭先有香港嘅媒體報道啦，去到而家都係未收到樓，而開發商所謂嘅一啲反租回報呢，基本上亦都只係俾過1期嘅租金嘅啫。咁我哋可以睇到呢，現況亦都係如我哋拍攝咁樣噶啦。部分嘅外牆建築呢就係做好咗，不過呢最主要嘅商場部分呢，裏邊就滿目瘡痍，係好多嘢都未起好嘅，包括呢電梯就起咗個支架，但係咩都未裝上去。嗱，按呢之前報道裏邊所講呢，就話其實一啲好似工聯會等等嘅團體啦，或者立法局議員呢，亦都有嘗試過呢幫香港嘅苦主呢同國內政府呢邊溝通嘅。咁基本上呢，亦都係政府有勒令呢個發展商呢係一係完工，一係就要作出賠償。不過發展商嘅回覆呢，就係話佢現時嚟講真係冇錢，佢亦都呢唔知道係可以點樣處理目前呢一個爛攤子嘅。嗱，按我查到嘅資料呢，喺2019年嘅時候呢，珠海市香洲區呢邊嘅人民法院呢，就住呢一個海立城嘅發展商老闆袁俊光呢，係進行咗判決㗎啦。所以現時呢，無論係佢持有嘅公司以及呢一個老闆袁俊光呢，都已經受到珠海市嘅法庭呢去審判佢相關嘅履行唔到租賃合同等等嘅責任。據我了解到嘅情況呢，亦都有一啲商戶呢係同佢簽咗意向進駐等等嘅一啲嘅租約，但係最終呢，因為個物業冇辦法建成呢，所以商戶呢亦都冇辦法進駐嘅，所以呢，佢有機會呢係面臨兩重嘅訴訟，一方面呢，就係購買咗個苦主追佢嘅租金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本身要進駐嘅一啲商戶亦都冇辦法呢係可以喺度正式營業，因而呢，亦都對呢一個公司呢進行追討嘅。喺度呢，我都再次奉勸大家，千祈唔好呢，因為一啲反租嘅回報聽落去好吸引呢，就盲目去投資。尤其投資商鋪呢，嗰個本身要知道嘅一啲知識水平啊，對於成個業態嘅氛圍等等呢，係有一個好高嘅學問喺度嘅。就算我當呢一個項目交到樓啦，咁係咪表示裏邊嘅經營狀況一定會成功呢？其實都唔係絕對嘅。其實想簡簡單單穩穩陣陣投資大灣區咧，就揀翻一啲大品牌嘅發展商，買翻住宅產品，有房產證嘅，唔好買小產權證，貪平，貪一啲發展商俾你嘅高回報等等呢，咁就最穩妥啦。
估唔到呢，喺項目嘅另外一邊啊，除咗係爛尾之外呢，亦都成為咗一個共享單車嘅墳墓啊，即係所謂嘅單車冢。好多啲已經接近廢棄嘅共享單車呢，全部放晒喺呢度。喺度呢，我都再提多一個小故事，分享俾大家知道，等大家小心啲啦。以往呢，我接觸過有一啲嘅買家呢，佢就係直接走咗去國內嗰度買咗一啲呢用酒店改建成嘅公寓，但係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呢一個酒店改建嘅公寓呢，其實佢嗰個契呢係冇分割過嘅，即係話呢，佢只係買咗一個同發展商私人協議嘅一個空間出嚟咯，就唔會有房產證嘅。咁當然呢個發展商呢，就俾咗一啲好吸引嘅回報俾佢啦，同佢講呢，就話利潤共享啊，個回報會去到10% 或以上，咁全部呢都係啲空口嘅承諾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就再次呼籲啦，千祈唔好信一啲呢係特別高嘅回報，而且呢係一個保證回報嘅產品啦。正正經經買翻一啲呢係自己可以出租到，亦都有人租嘅產品呢，就 OK 嘅啦。可能個回報唔會咁高噶，3厘、4厘或者5厘左右嘅啫。但係通常高於6、7厘呢，你都要諗一諗係咪真係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啦。今次分享嚟到呢度先啊，有意見發表歡迎留言講講噶。下條影片再見。